你有冇諗過喺無邊無際嘅大草原上面見證百萬隻野生動物喺你面前奔馳？嗰種對生命嘅震撼會點樣洗滌你心靈？面對浩瀚嘅大自然，你會發現人類其實好渺小。平時城市裡面嘅煩惱喺東非草原前面根本不值一提。講起動物大遷徙，好多人第一時間只會諗起肯亞。但係如果我話俾你聽，坊間主流旅行團去嘅肯亞，其實只佔動物大遷徙路徑極少部分，你又信唔信？真正被譽為世界第8大奇蹟嘅動物大遷徙，係一個全年無休嘅循環。過百萬隻角馬同斑馬，其實有80%時間都係停留喺坦桑尼亞嘅大草原。如果只係去肯亞，就好似成套戲只係睇咗其中一節，錯過晒大遷徙嘅主體。我係 Travel 無袋壯遊嘅創辦人 Alfred。講起肯亞坦桑尼亞，我仲清晰記得喺草原上面初次感受獅子行近吉普車嘅感覺，同自然零距離接觸。我哋團隊成員專營小眾心導遊超過40年，更加係非洲旅遊專家。全非洲54個國家，我哋都有旅行同營運經驗。今日就等我哋同大家打破迷思，睇下一個真正完整嘅東非雙國 Safari 應該係點樣玩。我哋嘅行程會帶你由坦桑尼亞一路玩到上肯亞，無縫銜接。首先，我哋會去到坦桑尼亞嘅塔蘭吉雷國家公園，睇成群嘅大象同巨大嘅猴麵包樹，然後直入被譽為非洲伊甸園嘅因哥羅火山口。呢度係一個世界自然遺產，火山口與世隔絕，形成咗一個完美獨立嘅生態圈。犀牛、獅子、火烈鳥全部喺晒度，密集度極高。跟住我哋會深入坦桑尼亞嘅塞倫階梯國家公園，由中部一路追蹤到北部，最後直接跨越邊境進入肯亞嘅馬賽馬拉。一個行程橫跨2大東非野生動物天堂，保證你睇到最原汁原味嘅大遷徙生態。去 Safari 交通同導遊係成個旅程嘅靈魂。我哋會安排專屬嘅越野專車，車頂係可以打開嘅。當你發現動物嘅時候，可以直接企身，享有360度無死角嘅視覺，影相同打卡絕對一流，安全得嚟又夠震撼。而且我哋唔係淨係帶你睇動物咁簡單，我哋經驗豐富嘅專業響度對動物嘅習性了如指掌，佢會靈敏發現動物，同大家分享。仲會沿途同你講解生態知識，點樣靠動物嘅腳印追蹤獅子，點樣分辨唔同嘅草食動物。成個車程就好似一場流動嘅生態課程，無論大人定小朋友都會獲益良多。好多人會擔心去東非睇動物會好辛苦，會冇水沖涼，其實絕對唔會。我哋特別安排咗高級嘅營地住宿，呢啲營地位於國家公園嘅深處，夜晚甚至乎可以聽住遠處嘅獅子哮叫聲入睡。營地入面設施非常完善，有熱水沖涼，有舒適嘅大床，精緻嘅餐飲，你可以深入自然之餘，同時享有極致舒適嘅體驗。除咗大自然，我哋仲會帶大家探訪東非最傳奇嘅游牧民族馬賽族。佢哋身穿紅色格仔布，手持長矛，世世代代同野生動物共存。我哋會走進佢哋嘅村落，了解佢哋嘅傳統文化同埋生存智慧，感受另一種截然不同嘅生命哲學。以下我會解答一啲常見嘅問題。好多客人會關心健康問題，其實當地近年衛生情況已經大有改善啦。報名之後，你可以直接攞住我哋張行程單張去衛生署嘅旅遊健康中心諮詢，醫生會根據我哋嘅行程開啲合適嘅藥物俾你旁身，例如防蚊蟲或者腸胃藥咁樣，非常方便。另外，去東非係需要打支黃熱病疫苗㗎，呢支針打一次就一生有效。打咗之後，以後就可以跟住我哋 Travel 去探索更多非洲甚至乎南美洲嘅小眾秘境，解鎖世界更多版圖。講到非洲，大家可能會有啲刻板印象，覺得好危險。但其實坦桑尼亞同肯亞嘅 Safari 旅遊業已經發展得非常成熟，特別係國家公園範圍內有嚴謹嘅管理，我哋有專屬嘅越野車接送，加上經驗豐富嘅專業響度貼身帶領，出入營地有嚴格嘅保安管理同埋防護措施。只要大家聽從響度嘅指示，成個旅程絕對安全嘅。我哋團隊操作全非洲行程咁多年，客人嘅安全永遠係我哋帶團第一考量。大家可以放心，將成個 trip 交俾我哋。我哋安排嘅高級營地同 lounge， 除咗可以俾大家體驗到一啲特色嘅東非菜式，例如當地嘅烤肉同新鮮食材之餘，每日都會有好多豐富嘅西式選項，好似意粉、熱湯、沙律同甜品等等。至於飲水方面，大家更加可以放心，
我喺全程車上面同埋營地入面都會提供充足嘅樽裝水，乾淨衛生，確保大家喺野外都可以食得好、飲得安心，保持最好嘅體力去享受每一場嘅 Safari。其實東非 Safari 全年出發都啱玩，因為動物大遷徙咧係一個循環嚟㗎，唔同季節有唔同嘅震撼。每年嘅7至10月係最出名嘅天河之道季節，睇到角馬環渡馬拉河，場面非常震撼。而每年嘅1至3月咧，動物會集中喺坦桑尼亞嘅南部，呢段時間係生育季節，你會見到好多啱啱出世嘅動物 BB， 場面非常溫馨，而且捕獵嘅畫面咧亦都特別多㗎。東非雙國之旅咧非常適合家庭組團㗎。東非 Safari 對於小朋友嚟講係一個最好嘅大自然生命教育課。我哋非常歡迎家庭獨立包團包車出發，專屬嘅司機同導遊只係服侍你一家人。行程嘅節奏可以根據小朋友嘅興趣嚟隨時調整，玩得更加輕鬆自在。坊間好多旅行團只係做肯亞單國，因為成本比較低，路線簡單好多。但係我係 Traveller 係真正嘅非洲專家，專營全非洲所有國家。我哋堅持做坦桑尼亞加肯亞雙國嘅路線，因為咁樣先至對得住大遷徙呢個奇蹟。亦都加入咗當地部落嘅訪問，讓旅程嘅體驗更加多元化。東非大草原嘅旅程唔單止係一次去睇動物，更加係一次回歸自然、重新認識生命嘅壯遊。當你親眼見證過百萬嘅生命為咗生存而奮鬥，嗰種感動係任何紀錄片都俾唔到你嘅。如果你想親身感受世界第8大奇蹟，想為自己同家人安排一趟有深度、有啟發嘅舒適 Safari 之旅，歡迎 scan 畫面上嘅 QR code 索取我哋最新坦桑尼亞、肯亞雙國遊獵之旅嘅行程，期待同你一齊踏上東非大草原。